在公元10世纪开始修建布达拉宫的时候呢，修建完这个白宫和红宫以后，基本形成了现在布达拉宫的样子。然后修建白宫的时候呢，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这些工人伤亡人数的，只有在修建红宫的时候就有明确的记载啊。当时呢，在这个DC三界甲座的主持下从玄奘、吊髻、木匠、石匠、画匠、泥匠、能工匠和民工11000多人。然后清朝康熙皇帝又派出了这个工匠114名，尼泊尔派出金匠135人，固什汗组织这个蒙古粘线女工39名，共计11300人以上然后再说一下修建红宫的时候一些工人伤亡人数。1692年藏历8月1日拆除迭阳鲁一带旧房子的时候从墙上掉下来石头砸死了很多民夫。此后呢，又拆旧墙的时候，高墙突然倒塌，压死了很多人。然后同月4日中午朗基扎仓的大殿旁到这个德阳路之间的一个高3层、宽10柱的墙屋又倒塌，压死了9人，重伤很多人然后这个民夫工人的伤亡人数，统治阶级呢这从不允许过问死伤多少，在这个枝杈的所在地用进行增补然后再说一下修建红宫的时候工头和工人的工资，然后这些各个总工头的这个是有工资的。总工头们每人每月有这个9克的青稞，1枪羊肉，2个羊头，2升盐，2升油，茶叶3斤半，酥油锡斤2两。那么那些民夫呢，除了每次喝一点茶以外没有工资的而且还要这个自己带着饭以上只是这个修建红宫的时候一些工人和他们的工资最后给大家说一下，这么宏大的一个皇宫布达拉宫，没有很多人几万人是修不来的，大家都是一看就知道的。